啊，这个指挥中心嘛有教大家安全的距离，跳这个国际标准舞一鲁吧，2个人的手伸到直的距离，差不多就是1公尺。啊，若到外口食饭，家己嘛通啊注意哦，尽量坐伫个面向壁的所在。另外，即摆有一寡餐厅的大圆道，敢若放4个人的椅啊，要互顾客食会欢喜，食放心。1公尺等于100公分，爱对方上好的距离。啊，若真正阁袂晓分，武棍阿伯即马亲身甲你教。就是跳一鲁巴这个 pose 姿势共款，2个人手扭直就是1公尺，像安尼细心了揽调的，安尼都唔通啊。探戈的话哈，它的握姿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么这边跟舞伴一定要是要贴住的，因为它用身体去带动，身体几乎是贴在一起。那么翕相时，大家会使偌晚就偌晚，抑过即马无共款啊，会使离偌远就离偌远，上好会使离遮远。即马袂使伤亲密，手举一支扫帚，射一连即个范围，若袂去讲着人，安尼就是上好的距离。食饭皇帝大，若想要福大命大，有合菜的餐厅，10个人的大圆桌啊，敢若放4个人椅啊。不求十全十美，敢若求事事如意。去小食店食面嘛，唔通面对面，上好选面对壁的位，安尼做就较安全。